Hello， 大家好，我是国本，欢迎收看福气来咯。头摆啊，睇网络电脑同手机的安排时间。爱寻资料，大家一般都会想到去图书馆，错冇？近家呢，因为网络啦，侵发的，大家除了去图书馆寻书之外，我们图书馆还有两版的功能，也係講變化呢。今日啊，我們就特別邀請在地的好朋友，佢嘅工作啊係兩個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咯。請佢來同大家分享下，近家嘅圖書館有哪一條嘅變化，同其他同圖書館裡邊有兩版的故事。我們夾嚟邀請佢同大家講一下吧。馬上來歡迎我們來自三峽甲線圖書館的陳詩韻主任。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高雄甲線同三峽圖書館的主任陳詩韻。歡迎詩韻來到我們節目裡邊喲。豆豆啊，我上到嘅時間停了一下，喺想講，我們一般上到嘅主任嘛，都會各有年紀，冇想到，我們詩韻主任係按後生咧，係咪因為自家在圖書館裡邊工作，本人看看咧，各有氣質啦，然後又變得更加的年輕，個後生安尼啊。可能是因為在圖書館，我們常常在學習新的知識，接受新的挑戰，所以我們整個心態比較年輕，看起來比較年輕吧。真是的喲，看看咧，親像太後生咧。不過講到轉來是因為自家睇一個三峽甲線那片服務嘛自家本身係甲線三峽嗰片的人嗎？不是，我其實是住在內門，松江鎮的內門人。內門到甲線三峽有一段路呢，當時係兩班會有一個幾年來到一個甲線一片地方工作吧。其實一開始也沒有想到要去甲線工作，那時候是想說，畢業之後來準備個公務人員考試好了，但是發現對考試不是很上手，也沒有熱情。那後來剛好想說，在家鄉這邊當代課老師，那帶了一陣子之後，發現甲線圖書館有一個職缺，那就有人介紹，那就去那邊試試看好了。幾時間你看到一個圖書館係9年嘅時間啦，有限制講有乜嘅條件啊，也有乜嘅特別嘅能力冇？其實應該只要是在圖書館相關的服務，或者是你對圖書館有熱情的，那你就可以到在地服務。講到重點嘅，最重要嘅要有熱情啊！你到圖書館嘅時間啦，第一眼，人哋講第一擺看到一個甲線一個圖書館嘅時間，你嘅印象係乜嘅？第一眼看到甲線圖書館，想說：天哪，這個真的是圖書館嗎？怎麼會這麼昏暗老舊，讓人不太想進去？哇！你去到一片看到佢嘅印象係安尼嘅時間，自個我有想講去做一個改變冇？改變第一個就是想說，讓它看起來會是一個讓人想進去的地方，所以我們就先把它變得年輕一點，所以我們就設計了很多新的吉祥物，像是甲仙的三寶梅子、芋頭、竹筍，那就是這個梅子、芋頭、竹筍甲仙三寶，讓它變得比較活潑一點，那可以裝飾在館內，那也把裡面的昏暗的燈換成比較明亮的，那整個氛圍就不一樣，大家就會想要進來圖書館。真是呢，你能把一個吉祥物清淡一下呢？所以你能一條個吉祥物來講，你能請你個設計的，還是你能自己去畫的呀？這些都是我自己畫的。你自己畫的哦？對。等一下，除了看到一個版本之外，還有看到一個特別的版本。有看到冇？我哋呢葫蘆還做一個藍衫呢，我哋行年呢加夾的。詩韻，怎麼嘅你行做了一個版本之後，又做一個客家的版本啊？這個是普通的版本，那因為甲仙跟山林都是客莊嘛，對，那所以我們就讓這6隻又穿了客家的不一樣的形式，像這一隻是山林的葫蘆，那它就穿上藍衫，像我手上這一隻烏尾甲仙的芋頭，那它就是除了拿着玉冰之外，那它頭上還帶有花布的頭巾。那麼我想到一個葫蘆披上人哋客家一個搞個暗示含呢。除了做一個客家的版本之外你選一個彩貼吉祥物的時間，喺兩版去選講我哋甲線有一三個三哪係幾三個，喺兩版去選出來嘅。甲仙比較好了解，就是甲仙三寶，就是芋頭是最多的。那其實梅子跟竹筍在
甲仙的产量也很高。那山林的部分，因为春节都会有种花海，那就会有向日葵。那因为山林还有以瓜类盛产，所以我们就选了几种瓜类，像是葫芦跟南瓜，因为比较好发挥。够好挖係咪？也都啲哦。不過啊，真是挖嘅幾好幾強呢。你挖出來之後啊，菜體民眾也講你的同事啊、總管的反應很用白。一開始畫這個，他們覺得，怎麼還要特地設計一個吉祥物在館內？就是覺得，也不用特地宣傳。但是等到真的畫完之後，那在館內裝飾，然後大家就覺得，整個氛圍不一樣哦，有被吸引到。我們也特地做了紀念章。哦，對，有做一個印呢。哦，像這個紀念章啊，就有人特地從市區騎車來甲仙跟山林來收集印章。那也有朋友因為太遠，所以從北部寄明信片，請我們幫忙蓋章之後再寄回去給他做紀念。哇，對特別咯，寄下來，能再寄多陣去安呢？哇，古種人特別設計個出來，大家反應安好。咩除了睇圖書館之外，像個鄉公所的總管啊，佢呢，下禮拜有辦其他的發通的時間，變做講，以喺山哪也係講甲仙這邊代表性的一個吉祥物，變安尼推展出去有安尼的想法冇？像這個吉祥物完成之後，其實在地都知道，我們有畫這個吉祥物。像我們這次跟甲仙區公所辦理的活動，我們紀念品上面的圖案就是用這3隻下去做的。哇，安尼這隻使用可以，這隻除了做主人之外，還可以做一個設計師誒，做菜體農特產品一個設計師來幫大家做美化呢。這個本身有學業到嘅課程嘛，還係講一個天分。自己興趣，自己當興趣在畫，就喜歡畫畫這樣。哇，真是過厲害！你都係識也紅飯的啦。不過頭頭按你講到啊，這個本身係內門嗰片的人，山哪甲仙一片係客家嘅地方，你的客語係用辦去學習的呀？你這個本身有特別去學嗎？其實到甲仙之前完全不會講客家話。但是因為甲仙區公所他們有辦理那個客語認證班，那我想說都到甲仙山林這個客莊，那我應該也是要學一下吧，那就有去參加客語認證班，那有考過初級認證，所以我大概聽得懂。要不要講一些些安呢？真是關認真的，希望啊下一次你還可以繼續練習下去，都朝中級去發展。除了安呢，頭頭我講嘅，這個一個人對。官員開始做到主任嘛，人同事的人數有變化嗎？一開始有幾啥工作人員同共下？一開始甲仙只有我跟另外一位官員，那因為我們以前的主任是別的地方監管的，所以甲仙就只有我跟另外一位。那當到主任之後，再兼任山林分管。那現在甲仙有2個管員，山林也有2個官員。加上我的話，我們每個分管大概有2.5個人力。講好咧，冇嘛多，但係比以前來講有增加，知冇？全部工作人員裡邊唔算最後生嘅。對。哇！你這個一個後生嘅工作人員，同一個總批嘅工作人員，唔能睇工作嘅時間，會不會有一些我哋講代溝啦，又係講意見想法冇相同嘅時間？一開始一定會有代溝，因為長久以來的變化，就突然被做的不一樣的東西來創新，會覺得不太習慣。但是經過大家就是努力的磨合，那在辦活動上也都一直有得到回饋之後，大家就會有向心力，那就會繼續往這個方向下去做。因為講頭擺到見家圖書館的工作，其實從我哋前面講啦，都冇乜嘅變化，有大家都嚟借書、看書安尼嘛。結果來之後，變得幾多嘅事情要做嘅，大家除了講一開始唔習慣之外，不過大家看到一個習慣改變之後，漸漸的菜體嘅人，大家民眾嘅反應也改好，大家也就逐漸的接受了，也就覺得係一個認可肯定嘛，錯冇？這個當時係對甲仙開始嘅做乜嘅後輩還會接一個山哪一個分管的工作吧？就是說兩邊來講，從1變成2，係用辦法成的喏。一開始要從甲仙再接到山林，會覺得怎麼又要多接一個？心裡想說，這樣薪水會增加嗎？有個做現實，對呀。對，但是後來想想，但是如果要再到山林分管，
甲仙的人力就会非常不够，那就没办法好好的营运，所以那时候就有在要求说，那再多给我几个人力，那接下来我才可以为甲仙跟山林的居民都好好的服务。那思源对于个两个馆舍来讲啊，一个工作上有冇个冇相同，喺用办去分批讲2个地方的工作，因为虽然讲归权，但是还是有一段路啊，喺用办分批给一般的日常工作。日常工作，因为甲仙到山里面其实也还要在20分钟的车程，那我会看当天有什么活动，如果甲仙有活动，那我今天就会去甲仙；山林有活动，那我今天就会待在山林。那平常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我还是会去巡一下。因为如果太久，甲仙的民众没有看到我，他们就会觉得我现在都不喜欢甲仙，都待在山林。如果常常在甲仙的话，山林的民众也会觉得我现在都不为山林服务了，这样，所以我2边都还是会兼顾。平时呢，你家同事啊，给人的工作去搞拍的时间，会怎么样去协调大家的工作分配？除了你自己之外，其实大家都有一个默契，我们会分成外勤跟内勤，因为各2个人。那内勤的部分主要就是在馆内服务读者，帮忙借还书啊，或是馆内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就是帮忙读者。那外勤的部分，我们会到学校啊、机关单位或是社区办阅读的推广活动。那像是行动书车，我们就会到学校带小朋友一起看书，那或者是我们到山上的走读活动，就会有外勤的伙伴陪我一起。哇，大家今晡日石林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分享，当底下讲原来我们偏乡的图书馆，其实它资源一点都冇丰富，但是呢，今年还千山万来推动改变这个菜地的图书馆哦。不过底部还有两版精彩的故事呢，休息一下，CB茶，继续来同大家分享哦。前面同大家分享的，我们石原主任样板对一个图书馆的管员做到主任，也对一个图书馆接到2个图书馆。不过在环境啊，给人改造的过程之中，有样板的故事，也係講影響各省的事情呢，我們繼續來請教一下石原主任咯。石原。前面有講到啊，我們做一個圖書館一般來講，其實可以講來像一個倉庫啦、QQ 暗一個地方，我們改造起來變做你看安定一下又安靜的一個所在。那在這些改造的過程之中啊，改造的過程中，有某個事情不能感覺怪神奇的，也要講困難有挑戰，也要講影響各層的事情嘛。因为像甲仙图书馆，它算是35年老建筑，所以墙壁上一定会有壁癌的问题。那这个就没办法，因为碍经费问题没办法整个改善。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它上面多放一些可爱的东西，对，那让馆舍可以看起来虽然老旧，但是我们加入了年轻的氛围。那最印象深刻，我们有做一个还书箱，就是在我们门口的还书箱。大家印象中还书箱可能应该是有点像垃圾桶，或是旧衣回收箱，那就是很旧。那有一次，因为里面的还书量非常大，那我在整理的时候就被它的尖角割伤了我的手。对，那时候我想说啊，天哪，不行！那如果有读者被割伤，那就更完蛋了。所以我就把它整个拿磨砂机把它磨一磨，让尖角都不见之后，然后开始刷上代表甲仙的紫色油漆。那刷上之后呢，再把我们的甲仙三宝，还有一些花卉，还有植物画上去，那整个还书箱就变得不一样。那大家就会被它吸引进来。对，那就会变得想要来图书馆看看。大家人人看到一个以前会上个 T 恤的一个还书箱，结果改错之后，变到大家看到个某个东西看来可以讲呢吼，然后就去受到那个吸引嘛。不过你在做一个工作的时间，你家同事有同天数吗？他们有帮我营运馆务，我就专心画画。有个主任也唔係講改合作也用嘛，你还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他们就
大家任务有分配好呢？对。哦，更加环境改错迄个之后，前面也有讲到，能办的几多的课程同活动，也都个课程同活动有在室内的，也有同室外的，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到底还有哪一些特色的课程，能规划好的，好吗？我们的活动，因为这2个区域都是多元族群，那我们就会有结合不一样的特色，像是闽南客家人、新原住民，那或是平埔族群，那我们就依这个下去设计。那也会依不一样的年龄，因为像是甲仙的话，亲子跟儿童比较多，所以我们就会多办这种的活动。那山林的话，长辈比较多，我们就会多办一些乐龄的活动。那我们除了静态也有动态。那静态的话，像是我们会结合客家的，我们就会有一些体验的活动，像是说故事，那我们就会搭配手作，像是画油纸伞。对，那我们也会将传统的东西创新，像是我们这个花布。哦，有个推的吗？对，我们就是去买了很多不一样的花布，让大家认识花布的历史之后呢，进行拼贴，就是让花布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那也会有染染跟剪纸的体验。那动态的部分，我们会去走读的活动，就是我们会到外面，像是街区，我们就会进行客庄的走读。对，就是让大家认识伯公啊，或是我们彩章的历史这样。哦，安尼使用安尼伊咧来讲哦，像也个许多老辈啊，自家伊咧算係老辈人来到采体嘛，安尼讲魔术嘅时间。嘿，每也都发出会有这样采体人来同探索啊，会找在地人帮你的忙，还是都是你自己去探点？一定会先从在地的开始，我就会先去认识在地的公所啊，或是在地的文史工作者跟学校，那跟他们说，我是刚来的图书馆主任，那有没有什么可以就是帮助我？那可不可以带我去认识一些其他人？然后大家都很热情啊，那就会带我去认识许多地方上可以提供我帮助的人，那接下来找讲师或是来参加的民众，那这样就会顺利很多。会唔会由于你变做你自己本身喺女门嗰邊人，結果你對甲線同山南嘅熟悉度，還比自己嘅家鄉還更多啊？有，也差唔多有一個感覺吼。對。你唔能算嗰件嘅地方，唔攀也到嘅課程，包括客家啦，也係講好耐也好，唔能睇攀也嘅課程嘅時間，最大嘅問題係咩講？嗰片國言民眾嗰時候也係講欣賞唔願意了，有遇到這樣的情形嗎？有些老師會覺得太遠，或者是我們辦活動可能有時候時間上大家也沒辦法配合。但是我們很努力，想要讓這個地方有更多不一樣的學習體驗。那像老師的話，我們也會邀請到，之前有邀請到北部的老師，我們邀請到以前茶廠的前廠長，那特地從台北下來。對，那他也是很支持我們。那我就是去高鐵站載他，然後請他來甲仙山林進行分享。那有時候老師是因為比較年長。像是我們之前有邀請剪紙的老師，那時候一通電話給他，我們也不認識對方，但是我跟他分享了我們在甲仙山林圖書館的活動之後，他也很願意來，那我們就去車站載他，那他來教了之後，他覺得這整體的氛圍也很棒，所以後來我們又繼續合作了好幾場活動。哇！嗰所講原本嘅欣賞對一個地方都魔術師嘅，結果來到5年鴉片之後，變到一個算好朋友一個地方的資源咧，吼，都固定會從蘇東人的油槍來到採體案咧。哇！那這樣子的話，係唔係每一拜攀牙嘅發通有點像是網友見面會咧？當魔術師結果都變做好朋友案咧。安尼除了欣賞之外，有個嗰件地方來嘅民眾無為到去參加5年嘅發通，除了對於採體來講，也係講對高雄來講，有對外縣市來嘅嗎？有，像是我們辦活動，除了在地的很多之外，那其實也很多特地從高雄市區來的民眾。因為我們想說辦活動，那我們就會主打一個，那你大家來參加完活動之後，可以到甲仙吃玉冰啊，來山林走走，就打造成一日遊的行程。那大家就會特地來。那除了市區的，那有些是從台南、從嘉義，那也有到台中、桃園的特地來參加一場活動，那順便來玩。哇！安尼咱咧發通應該講也都有發通課
课程底部内容一点的丰富一点的吼，这样可以想到很多的人啊。那你们这些课程底部啊，印象过什么？也讲最热门的课程，可以同大家分享的话，一两个来同大家讲一下好吗？最热门一定是可以带回手做纪念品，或者是吃到好吃的东西的活动。像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我们的客家饮食体验。老师带我们前一天就开始从古早的那种碾米浆，对，然后开始做龟车，那开始做，那接下来带大家用真的模具开始做缝板，那认识原来传统的缝板是这个形状，是这个颜色。那我们也透过这个米食的文化下去教大家做米食铜锣烧，那接下来再做米食汤圆。对，那还有一次的客家饮食体验是，客家有许多传统的腌制物，像是高丽菜酸。对，那老师他用创新的吃法，像是我们可以加糖还有醋，那配上多利多汁，就是一个很棒的下酒菜。那当时办的时候，有许多来参加的阿姨妈妈们都知道有高丽菜酸这个东西，但是不知道原来可以这样吃。对，所以我也觉得透过这个饮食文化，更能了解以前传统人的智慧。真是俺这个也比啊，俺这个本身在行业，怪好吃，高丽菜酸俺也提供高丽菜酸。不过俺亚中人吃饭，这种吃法倒是第一摆糖果，等下贵些俺可以来吃个那些。不过讲俺的课程唔但像有传统的，也有创新的呢。哇，安尼真是怪好。不过要有资讯，对那去了解啊，他也冇可能都先从去看啊。我们要怎么去得知这些资讯？只要上我们的 FB 搜寻高雄市立图书馆甲仙分馆，还有高雄市立图书馆三林分馆，那我们就会很多活动的资讯都会放在上面。那像是我们要报名什么活动，或是活动之后的花絮照片，我们都会上传在上面。那当然有什么新书上架，我们有什么特别的主题书展，也都会在上面，大家就可以上去报名参加。除了你这个对呀条课程吼印象够深咩？底部有发生过够神奇啦，也讲够特别的故事嘛，在这些课程的办理活动当中。我们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像是办活动，有时候很多人参加，到爆满，但是有时候一场活动里面可能只有5个人不到的人数，那有时候就会想说，是不是我们这个活动没有达到在地的目标群众？对，那再去这个活动，我们就会想说那我们就到地方去办好了。所以我们就会到甲仙的日照中心或是老人乐龄中心下去办活动。那直接从图书馆走到外面，就发现这样办起来的阅读推广活动也很不错。像也就要发通吼，像你前面也有讲到啊，办一个课程可能佢都会变做一个想大家来到一个地方，除了参加发通，变成一个一日游的活动嘛。那菜梯、沙期啦，也讲店家，我唔会请能讲，时运主任嘛，能可以规划一个发通，能叫他来好做来规划一个游程，按你的想法吗？有，我们有办过这种一日游的活动，因为我们也跟社区常常合作，我们就有在甲仙的知名景点猫巷这个地方，那我们进行街道彩绘，那我们也有绘制一面墙，将书籍还有甲仙在地的特色，还有客家的元素都融入进去。那希望大家来到图书馆之后，也可以到甲仙地区走走。那我们也有跟农会还有在地的甲仙商圈合作，我们就真的办了一日游的活动，那还办了2梯次。哇，对，我们办100，还办了200。对，办2梯次，因为我们一开始就会先带大家到芋头田看芋头的生长，那接下来到我们图书馆，那认识我们图书馆的环境，那接下来再去吃在地的特色美食餐，那接下来再到我们的香草园，然后或是做玉冰的体验。那大家就可以更认识甲仙这个地方。我说讲唐风的图书馆，从改变都更加唔但像迄个图书馆，变做一个体放松的平台，然后各种资讯的流通、发通都会有唔能的声音在底部。安尼思源，从头都有讲到迄个猫巷，有发通嘛，做一个按到没有迄sản物都给去，会不会有打折？也係講特別的服務啊。如果穿猫咪的衣服来图书馆，让你可以多借5本书。真是的嘛吼，但到时间都做一个过疫情，哇，真是唐风的贵上吼，更加多了一个老看那些呢。
观众朋友，谈到影片係咪同我有共樣嘅想法呢？原來圖書館係睇社區地位，唔單止可以加速哦，更加甚至係一個平台，本大家有資訊嘅交流，甚至於講有發通啦，有任何嘅課程都可以喺圖書館嚟發生哦。休息一下，大家還有幾多精彩故事同神奇嘅事情，嚟同大家來分享哦。唔好走開哦，馬上過來。前面小記嘅甲仙同山那亞利昂嘅圖書館有幾多嘅故事，但係底部還有兩辦神奇嘅事情呢，今日嚟繼續同我哋思雲主任討論一下咯。思雲主任，我哋唔能睇攀一嘅發通嘅時間，我頭都有面到呢。除了人自家同公眾人員之外，應該還要需要幾多嘅人數嚟聽書吧？那圖書館能有有請啦，有一講召集啊，同我哋講嘅志工嘛？我們會蠻希望會有志工來幫忙我們做活動啊，或是書籍整理。那目前是還沒有，那希望大家有機會也可以來當志工。那我們目前是有許多學生志工在假日或是寒暑假會來幫忙整理書籍。一日學生嘅技能做志工，係技能同唔能講，我能可以睇下做志工麼？係直接請人嘛？還係講學校去招募之後，再到這邊來做服務啊？可以從學校招募，那有些都是在地的小朋友，那他們因為以前就會來圖書館寫字或者是讀書，那後來出去到外面讀書之後，就想說那回來圖書館當志工這樣。哦，你今年也幾有心呢？是不是說發通後有今年也可以來參加，就是會聽書人來辦一啲課程同發通啊？對，也會幫忙我們活動的辦理這樣。哦，所以也有面到講呢，其實啊，人自家喺圖書館地位應該有幾多會有固定的發通，甚至於講會上年的課程嘅人都有辦嘛。那在圖書館這些比較固定性的活動地位，有哪度會算有嗰種談過有主題書展也嘅發通係咪？那像我們都會每個月都固定做一個不一樣的主題書展，那我們會結合在地的特色，或是當季熱門話題，或是那一個月有的節慶。像我們9月搭配中秋節做了一個月亮的主題書展，那我們不只有擺出月亮主題的書，我們也會做一個互動的環節，像是我們就做一個留言板，問大家你覺得月亮吃起來是什麼味道？對，那就會有許多小朋友或是長輩也會留言，覺得月亮吃起來很好吃，或是鹹鹹的。那我們也會做不一樣的特色，像是我們做交通安全的。那交通安全的書展，我們除了擺了各種交通工具或是警察相關的書籍之外，我們也特地為了小朋友做了一個軌道，那他們就可以在上面玩小車車。對，那就會增進家長跟小朋友的親子關係，那他們也會更想要讀相關的書籍。你思雲一度嘅主題吼，算係唔能自家睇上嘅，唔能會唔會同在地嘅民眾啦吼去徵求講，唔能希望有兩版嘅主題做一個書展，會有冇？有，我們之前就有讀者說想要歷史主題的書展，對，那我們就找了許多歷史的書，那也有一些是冷門書籍，那我們就結合了電子書，對，我們將電子設成 QR code，那擺在歷史書展的旁邊，那讓大家除了可以看電子的書籍，也可以發現，圖書館原來有這些冷門的歷史書籍，那也有變成許多人想要去借的興趣。係唔係下一次會有某種嘅主題，大家來搞一啲 cosplay 啊，種某一天啊，就是各種的可能性都會有。大家對一個主題書展嚟講，民眾嘅反饋有樣辦？他有沒有人私底下去同個建議還可以樣辦做啦，甚至於講給你一個很肯定大家都是好的回饋，因為以前就是只會把書擺在那，就是不會想要去看。那我們有了主題之後，大家就會覺得，原來這個主題還有這樣的書可以去看，那就會增加大家想要借的慾望。錯㗎，因為有嘅時間書按到，但係冇用到嘅時間，某一天地講有哪度嘅書啊，有想到講有一個主題嘅時間，冇想到還有按到嘅書啦、雜誌可以來看，可以來去了解。對唔多一個圖書館做館員做主任位置，經過一段時間嘛，看到一兩個圖書館在成長，我哋更加來講一下，
在你来看啊，一个图书馆对你开始之后，都更加有那种版的慎重，也还讲偏发。除了这个环境之外，一定有偏发，变得够讲的嘛。那在内容上啊，同民众的互动当中，你觉得有什么样子的成长吗？我觉得一开始来到这2个图书馆的时候，每天进馆的人大概5只手指头数得完。哦，这样，一张书呢？就是很少。那也活动原本办理的内容就是千篇一律，就是也没有什么变化，也不会跟在地有什么连结。那自从就是我们进来改变馆舍，那让活动变得更多元之后，就是每天进馆的人就越来越多。当然也是不会很多，但是跟以前比起来，认识图书馆的人更多，那愿意进来看书的人也更多了。你能除了自家的菜地要推动，因为你能判的按优秀、按有成果的，会唔会有一个想法讲，我们可以将一个成果啦，我们按优秀的成就推广到哪位本人家地，也係講唔能無共用的圖書館之間，會有無共用的交流，會嗎？會有交流嗎？会，因为我们都会有固定有开会的过程，那就会看到其他图书馆的主任，那也办了很多有趣的活动，那就会去跟他请教，那觉得好像也可以适用在我们甲仙山林这样。那有时候主任看到我们有办了什么活动，也会询问我们相关的细节，那就是互相交流，让高雄市的读者都可以有不一样的服务体验。安尼有人甲跟其他的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讲，我们可以去来当能去做一个交流，实际上的交流，安尼一个想法吗？像我们之前办那个甲仙一日游，我们就是跟中央公园那边的李克勇纪念图书馆合作，对，然后就是我们邀请那边的读者来到甲仙认识，那我们希望之后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带甲仙的读者来到市区这边来交流。所以故說講，既然有來到5年鴉片咧，但係5年鴉片咧還冇去到嘅。今年來到5年鴉片之後，他們的有過多年應該係第一擺來到5年鴉片嘛？他們有什麼樣子的反應嗎？他們進到圖書館，我那時候也想說，他們會不會覺得我們圖書館很小？但是他們進來之後覺得，雖然很小，但是很溫馨、很可愛，這樣也覺得，以後有機會也要來這邊借書跟玩。就係講，每個圖書館有佢自家無共樣嘅風格，唔係喺圖書館本人家感覺都像碌卡共樣，輕吃菜可以輕放鬆來講啊所以自家對一個圖書館係有樣版嘅想法冇？就是說，除了更加之外，係未來嘅規劃有樣版嘅想法。未來希望當然就是像現在，就是我們圖書館不只是一個借還書的地方，就是不單單只是圖書館。那希望未來我們可以更加深耕地方，然後讓這邊成為大家沒事也想來的地方。那我們可以來這邊學習新的知識，來這邊做交流。那我們也可以來這邊體驗不一樣的文化。有想過講，冇想到一個圖書館，甚至於可以加入一個社區的行業社區地位，變做一個地方上菜地產業啦，也係講共創力量的一個領頭羊。你曾經有這樣子想過嗎？有，其實想說，自己希望可以成為圖書館跟社群之間的連結。那所以我們辦了很多活動，那跟在地的合作之後，其實現在有在地有辦什麼活動，也都會想到我們。像甲仙有1年1度的玉筍節，那山林之前也有辦理森林市集，那他們就會邀請我們到現場擺攤，我們就會把我們的書櫃都搬到現場，那整個閱讀的氛圍融入在市集裡面，就有不一樣的文化享受。安尼是因為在你的想法來講，喺樣辦喺天邊講一個圖書館未來為樣辦去發展，也係講要怎麼樣去經營個好。在地方上也好啦，在個社區也好，在你的想法來講，圖書館都得要用辦去轉換，也係講定位它的價值。因為就是像大家真的很少在看書，大家現在都看3C 產品，那辦活動推廣閱讀其實有限，實質上要推閱讀，還是真的要把書籍放到大家的面前，這樣比較好推廣。所以我想說，如果之後辦活動，那應該也要再跟閱讀還有書籍做更深的連結。對，所以我們未來還在想要怎麼樣讓書籍還有活動的這個比例是可以比較
书籍占比较大，但是又要让大家不会对它觉得乏味。那我们这个是未来我们想要努力的目标。因为做这个工作其实也一定的辛苦，你看，不断的去想讲啊，然后攀你都会发通啦，或有满意经验嘛，你自己有没有觉得挺有挑战，也讲过困难，想会放弃，或者是说想要转换跑道的时候，会有这个时刻吗？当然也是会有，因为大家就其实会觉得图书馆有什么好忙的，但其实我们要做的真的还蛮多的，因为不是只有刷书。我们还要想想看，在偏向这些有限的资源里面，要怎么把这些东西转到最大的价值。因为我们也要想去跟居民的需求，那要怎么去找讲师，那还有各种活动的执行上面，其实这些都要花很大的心力。像是我甲仙山林的活动，我们也不会全部都办成一样的，所以在活动的企划上，我就要花很多的时间下去做。所以有时候看到没有人来参加的时候，就会觉得还蛮受挫的。看看你们经营都有一个成绩在了啦。所以说讲攀那发通吼，其实他们有知名度在，大家就是都会来参加你的那发通，这对你来讲是一个最大的肯定，知道吗？也是支持你继续走下去的动力。对，所以还蛮感谢这些来参加的读者。就是有他们，我才知道其实我们办的活动，就是还是有人在乎，对吧？所以也很感谢我们在地合作的这些机关单位，有他们我才可以有更多的力量下去做。然后还有我的馆员们、我的家人们，就是他们支持，我才有办法就是撑下去。因为有时候还是会需要他们的鼓励，或是他们的协助。像是我们的馆员，他们愿意支持我做这些不一样的创新活动，我们图书馆才可以变得这么温馨活泼。然后我的家人们也都会在我的活动办理的时候到场支持，我就觉得很感动。观众朋友，今年我们石原主任分享的故事係咩同大家共有佢感通呢？有限的時間，大家可以去這個盧卡沙奇，也講加強附近的圖書館行繞繞啊，看近郊的圖書館同頭擺係咩有冇共用嘅喲。最重要係大家有限的時間，也可以去到我們山啊，也係夾錢去簽我們的石原主任去參加今年圖書館的活動，面試一下地方哦。今日再次多謝石原主任帶來安精彩故事，多謝我。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分享來聊。好喺出去聊之前，共用聽聽我哋先生來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歡喜來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